有殯儀業者指出，自從鏡湖殯儀館嘅管理權日前轉由新公司負責管理營運之後，殯儀服務開始被壟斷。鏡湖殯儀館新營運者恩澤殯儀公司話，呢2日之內會召開記者會，向社會交代營運情況。4間殯儀公司話，過去鏡湖殯儀館嘅管理公司純屬管理性質，冇牽涉任何嘅殯儀生意。但係更換管理公司之後，公司介入服務，由殯儀服務、棺木到紙紮，提供一條龍服務，市民失去選擇嘅機會，亦令佢哋嘅生意受到嚴重打擊。殯儀館入邊呢，佢嘅客戶呢，我哋係冇賣過零啊，係零，係未賣過，係唔好講平貴，係未賣過。佢哋又話，新管理公司借準許個別嘅業者可以喺殯儀館提供服務，令佢哋無法租用靈堂，以致唔可以代客辦理喪禮，即使已經收到客人嘅訂金，亦要取消。業者擔心家族經營幾十年嘅生意會從此結業。咁而家冇啦，連個生存空間，最後嘅生存空間都扼殺埋。咁我哋幾十歲去邊度轉行呢？殯儀業者話，希望政府設置公共靈堂，令市民多一個選擇嘅機會，同時可以避免壟斷嘅情況。澳門電視台記者廖亞文報道。